咱的外交部长林佳龙带团出访美国德州，找到参加台湾德州 AI 合作论坛展示的时阵，伊讲到希望美国来组一个美国投资台湾队，强化台美合作。不过，针对外界关注的台美关税谈判，有专家是认为讲因为美国打算要甲台湾扣32%的关税，未来是恐惊真硬降到10%。互相送礼物，外交部长林佳龙带团出访美国德州，找到出席台湾德州 AI 合作论坛，见证电电工会甲德州总商会签署德州台湾经济合作协议。林佳龙强调讲，台湾唔但爱掌握 AI 产业的大商机，佮应该透过投资美国，加入美国创新生态系，提升整体产业的附加价值。We hop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also launch an investment team for Taiwan to bolster bilateral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经济部长桂智辉15月要参加全球晶圆伫德州的新厂落成的典礼。美国对中关税冲击各国。根据彭博新闻的报道，川普政府头一批贸易谈判涵盖主要出口国甲确实经济体多元组合，台湾也伫优先的谈判范围之内。不过，原地美中贸易战是大家真凶。早早美国财政部长贝辛德甲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说伫瑞士日内瓦会谈，外界烦恼讲可能冲击到台美关税谈判。即使中国跟美国达成什么协议的时候，到最后关税还是以中国会是最高的。他现在他基础线高嘛，川普是一码归一码，绝对不会，他 N 个双边在做。学者认为讲，美国是鱼还鱼，虾还虾，贸易谈判要甲中国夹着台湾议题。因那总统赖清德进前夜捌表示，愿意透过各种一党的方案，包含防止中国生产地，也是透过采购投资解决非关税贸易障碍。降低贸易差其实最快的方式就是跟美国购买天然气跟石油，而且跟美国购买天然气跟石油，其实或许还可以获得美国对我们天然气、石油运输的一个安全保障。因为美国总统川普提到决定讲会继续执行对进口商品设定的上加10%基准关税，但是无排除特例有可能唔免扣。廖大年是分析讲，因为台湾原底可设定的关税是32%，就算谈判有成果，也真歹降到10%。公司新闻采访报道。